细故事开始之前，大家可以按下画面右下角订阅或者 subscribe， 订阅星空下的故事花园频道。记住要沁埋隔离个小铃铛，当有新故事時，第一時間就可以聽啦。在綠油油土地上，住着一群忙碌的小螞蟻，它們每天辛勤地工作，尋找食物，建造家園。亞力是這群螞蟻中的一員，但它和其他螞蟻不太一樣。亞力有一雙好奇的大眼睛，總是對世界充滿了疑問。他喜歡做夢，夢想住有一天能發現比自己大100倍的食物，讓所有的螞蟻都吃得飽飽的。有一天，當亞力像往常一樣在草地上尋找食物時，他突然停下了腳步。在他的眼前出現了一塊巨大的、色彩繽紛的東西，那是一塊餅乾，比亞力大好幾倍。餅乾上有紅、橙、黃、綠、藍、靛、紫各種鮮豔的顏色，就像一道美麗的彩虹。餅乾還散發着一股奇異的香味，聞起來甜甜的，讓人忍不住想咬一口。亞力下定決心，一定要把這塊神奇的餅乾搬回家。他使出全身的力氣，推着餅乾往前走，但是餅乾實在太重了，亞力累得滿頭大汗，還是只能勉強移動一點點。嘿，小螞蟻，你在做什麼？一個懶洋洋的聲音傳來。亞力抬頭一看，原來是一隻肥胖的毛毛蟲。毛毛蟲用輕蔑的眼神看着亞力，說：這麼大一塊餅乾，你搬得動嗎？不如讓我來幫你吧。亞力心想，這隻毛毛蟲看起來不太友善，還是小心一點。他說：謝謝你，毛毛蟲先生，我自己可以的。毛毛蟲聽了，露出了貪婪的笑容，是嗎？我看你還是放棄吧。這塊餅乾這麼大，你一個人是吃不完的，不如把它送給我，我保證會好好享用的。亞力知道毛毛蟲想搶走他的餅乾，他堅定地說：不行，這塊餅乾是我的，我要把它搬回家，和大家一起分享。毛毛蟲見亞力不肯讓步，生氣地說：哼，不識好歹，既然你不肯給我，我就自己搶。說完，毛毛蟲張開大嘴，朝餅乾咬去。就在亞力快要絕望的時候，他突然發現餅乾上有一道彩虹般的光芒。他想起奶奶曾經跟他說過，彩虹餅乾是擁有神奇力量的餅乾，只要對他許願，願望就能實現。亞力閉上眼睛，雙手合十，對着彩虹餅乾默默地許願：我希望可以順利把餅乾搬回家，和大家一起分享。我希望所有的螞蟻都能吃到美味的餅乾，感到幸福。當亞力睜開眼睛時，奇蹟發生了。他感到餅乾變得輕盈起來，仿佛沒有重量一樣。同時，他也感到自己充滿了力量，好像可以舉起一座山。亞力用盡全身的力氣，推着彩虹餅乾，一步一步地朝螞蟻窩走去。他不再感到疲憊，反而越走越有精神。當亞力回到螞蟻窩時，所有的螞蟻都驚呆了。他們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大、這麼漂亮的餅乾。
亞力把彩虹餅乾切成小塊，分給每一隻螞蟻。餅乾的味道非常美味，香甜可口，讓所有的螞蟻都感到幸福。從此以後，亞力成為了螞蟻們的英雄，大家都稱讚他勇敢、有毅力，而且樂於助人。亞力也明白了，只要有夢想、有毅力、有朋友，就能克服一切困難，實現願望。